院前中風分流計劃，睇下現場情況。落實咗院前中風計劃嘅院前中風分流計劃嘅最新情況嘅，咁或者喺講者做分享之前咧，我哋會有一個嘅短片先係播放下，俾大家容易啲掌握院前中風分流計劃嘅一啲內容嘅。你冇事嗎？應下我喂，要打電話俾我先得。喂，救到啊！呢度有人暈咗啊！我已經派咗救護車嚟幫你，唔好收線住，我會節晒話俾你知，跟住落嚟應該點做。係，好。先生，我哋而家懷疑你急性中風，會同你做個中風評估。而家試下舉高雙手，hold 住10秒。1、2，病人右邊手完全冇力，雙眼向左邊斜視，有表達障礙同半側不良症狀，8CD 6分。病人懷疑係大血管閉塞中風。阿樂，我哋唔去天水圍醫院，直接將先生分流去屯門醫院。收到。院前中風分流通報，病人男性40歲，病發時間大約係10點15分，8CD 6分。天水圍分流去屯門醫院，大概8分鐘後到院。收到，唔該。你好，中風科護士，啱啱收到救護車院前中風分流通報，大概8分鐘內到。係啊，冇先係新聞台，係啊，冇先新聞台，而家仲喺度做緊咯，而家做緊緊。醫生，病人男性40歲，懷疑 LVO 縮8CD 6分。好，唔該晒。9個都冇問題。咁佢嗰個中風分數咧就17分啦，都符合呢個大血管中風嗰個情況嘅。咁我哋即刻安排 CV break 同埋 CCA 俾佢好。畫嘅開展係如何嘅嚇？首先我同大家講一講嘅一啲基本嘅概念。何謂中風同埋中風究竟有幾重要呢？大家都知道嚇，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中風其實就係講緊我哋喺我哋嘅腦或者個頸部嘅血管突然之間有一個阻塞嘅情形。呢個情形呢，我哋叫做缺血性中風，係佔咗我哋整體中風嘅85%。剩低嗰15% 呢，其實係講緊我哋腦裏邊有出血。咁同樣啦，腦內嘅出血呢，就會擠壓到我哋正常嘅血管，引致血液循環嘅阻滯。喺醫院管理局，我哋見到中風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嘅。事實上，中風係喺我哋香港嚟講係排第4大嘅死亡原因，同時佢亦都係引致長期嘅殘疾嘅主要成因嚟嘅嚇。
咁我哋見到咧喺85%嘅案例裏邊，其實我哋總體嘅中風嘅案例有19000個，係每年都超過19000個案例。裏邊咧有10% 嘅病人咧係尤其重要嘅，我哋叫做大血管阻塞。點解咧？因為大血管阻塞係有機會引致大範圍嘅腦壞死嘅。喺呢個情形出現咧，病人係引致佢嘅死亡以及一個嚴重嘅腦神經機能缺失嘅機會係相當之高嘅。好，隨住我哋醫學發展嘅進步咧，我哋而家對於急性缺血性中風有唔同嘅新嘅治療方案。以前我哋叫做束手無策，今天其實我哋有好大機會係我哋令到病人係有一個理想嘅康復嘅。主要有2種嘅治療方案，咁同大家少少分享啦。其中一種咧叫做靜脈溶栓治療，個概念好簡單嘅啫。因為中風係主要因為我哋喺頸或者腦部係有啲淤塞嘅情形，呢啲淤塞我哋稱為叫做血栓。有一個治療方案就係我哋喺病人嘅靜脈血管嗰度打一啲叫做特效嘅藥，令到嗰啲藥物喺我哋嘅淤塞地方將一啲呢啲淤塞嘅雜質咧去清除咗佢。咁呢個治療嘅方案咧，佢最大嘅優點就係個技術要求嘅層面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嘅，可以廣泛咁應用喺我哋唔同嘅醫院裏邊。事實上，我哋醫院管理局所有急症嘅醫院已經可以提供到24小時嘅靜脈溶栓嘅治療。咁但係呢個治療有佢嘅局限性嘅。主要嚟講，病人係需要喺佢病發4個半鐘頭，我哋俗稱叫黃金4.5小時裏邊係接受呢個治療。過咗4個半鐘頭咧，反為嗰啲藥物會引致腦內出血呢個副作用嘅嚇。咁但係我哋係咪又有冇其他啲替代或者更好嘅方法咧？有嘅。當個病人係合適地我哋檢視過佢係需要可以接受另一種治療，我哋可以進行動脈嘅血栓移除手術，簡稱我哋叫做動脈取栓手術。咁呢個治療嘅方案咧，簡單而言就係一個微創嘅手術。我哋利用一個叫做血管造影嘅儀器監察住喺病人嘅血管裏邊，借助一啲微導管將一啲血栓或者淤塞嘅地方直接拿取出嚟。整個過程咧係需要一個好高嘅技術嘅配合得到嘅，所以係要有一個跨專業同埋跨團隊嘅協作先至可以做到。同時間咧，呢個治療咧係要有所相關嘅同事咧係需要一個長期嘅訓練同埋配合先至可以達到一個理想嘅效果嘅。但係呢個治療有個優點，就係我哋可以將治療個黃金4.5小時去延續到黃金6小時，甚至超過6小時都可以進行嘅。同時間對一啲大範圍嘅淤塞，譬如我哋啲大動脈或者大嘅血管阻塞嘅情形咧，呢個治療係尤其有效嘅嚇。咁我哋醫院管理局咧，其實喺一啲指定嘅醫院，經過多年嘅努力，都建立咗可以進行呢個血管內取栓手術嘅團隊。咁我哋見到咧，我哋今天已經達至唔同嘅醫院涵蓋整個香港唔同嘅區域。事實上，我哋嘅市民今天咧，除咗可以接受24小時嘅靜脈溶栓手術，亦都可以如需要嘅話係接受呢個24小時嘅動脈取栓手術嘅。好啦，我哋回顧少少歷史啦。整體上，我哋醫院管理局過去一段時間咧，都將缺血性中風視為我哋一個策略性發展嘅主要嘅項目嚟嘅。因為我哋見到呢個對我哋整個社會係一個好重要嘅喺醫療上面一個課題嚟嘅。早喺2020年咧，經過多年努力咧，我哋已經達至到可以提供24小時溶栓治療嘅系統。喺2021年咧，我哋同消防處亦都協作引入咗院前中風通報嘅機制。喺2025年咧，我哋亦都好達至到24小時血管內取栓手術呢一個整體嘅系統。喺舊年嘅年尾咧，我哋更進一步啦，將我哋院前中風通報咧就優化為院前中風分流嘅初導嘅先導計劃。咁事實上喺2025年咧，我哋有2間醫院，分別係屯門醫院同埋瑪麗醫院咧，亦都通過咗我哋國家嘅中風中心嘅評核認證嘅。咁我哋利用呢個認證嘅過程咧，持續優化咗我哋喺治療嘅過程。好啦，我哋審視翻我哋醫院管理局就住缺血性中風呢個服務
我哋今天我哋嘅整體嘅服務個水平係如何呢？我哋有4個維度去睇呢件事啊。第一個我哋就用一個比較學術性嘅名叫做再灌注治療嘅滲透率係咩一回事呢？嗱，其實個概念好簡單嘅啫。頭先都講咗有2個主要治療嘅方案，一個就叫做靜脈溶栓手術，一個係動脈取栓手術。再灌注治療嘅意思就係呢兩者相加嘅總和，相對於整體缺血性中風病人嘅比率。咁喺世界上唔同嘅地方，我哋見到個比率呢，其實都係大概由10至到20% 度。而我哋喺香港，我哋而家見到我哋整體嘅指標呢，係達到係超過20% 嘅。咁啊，反映到我哋醫院管理局喺治療中風嗰個滲透率度呢，都係偏向喺世界上嘅高水平。第二個維度就係我哋都審視翻我哋整體上就住缺血性中風，我哋團隊嗰個運作嘅模式係未叫做暢順同埋有效率嘅。事實上，我哋過去喺唔同嘅時段呢，亦都係引入咗一啲唔同嘅優化嘅措施嘅。舉個例，我哋非常之重視一個標準化嘅流程。換句話嚟講，病人喺唔同醫院接受到嘅治療，基本上係大致相同嘅。最緊要嘅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找緊嘅時間，令到我哋嘅病人呢盡快接受一個合適嘅治療。同時間呢，我哋係推動一站式嘅檢查。剛才大家喺我哋嘅頭先個 video 都睇到，病人去到急症室呢，係好快就可以接受電腦斷層掃描啦，同埋電腦斷層血管造影檢查。咁呢個大大幫助到我哋嘅治理團隊呢，去做一個快速同埋一個治療精準嘅決策嘅。第三方面呢，我哋都引入咗啲人工智能嘅技術，協助我哋喺造影檢查嘅判斷上面。呢個喺急性缺血性中風嚟講，呢個尤其重要。同時間，我哋都利用一啲新嘅科技，例如我哋嘅實時嘅通報系統，令到我哋團隊之間個協調呢係可以加強嘅嚇。喺呢啲咁唔同嘅環節呢，我哋喺醫院管理局嘅總辦事處同埋我哋聯網嘅管理層都會密切監察住，期望我哋可以持續優化我哋嘅中風服務。好，第三個環節當然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治理嘅成效。咁啊，少少複雜，大家可以留意右手邊嗰一個圖表呢，係顯示出我哋病人1年期嘅死亡率。咁喺呢度呢，我哋見到喺2021年呢，我哋病人嘅死亡率係24.6%，去到2025年呢就跌到16.4%。換句話嚟講呢，過往每3個病人係因為中風而死亡呢，經過我哋多年嘅改善我哋嘅服務之後，今天我哋係有機會救翻一條生命嘅。喺左手邊嗰個圖表就顯示出我哋病人治療之後嘅功能康復嘅情形。咁我哋採取咗國際上都認可嘅 MRS Score、Modified Rankin Score。我就咁講啲數字俾大家聽先。2021年數值係2.3，去到2025年係1.8。越低嘅數值呢，病人個功能恢復係越好嘅。數值低過2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因為數值低過2顯示病人呢係有能力照顧自己嘅生活嘅。咁我哋今天去到個數字係1.8呢，其實我哋見到大多數嘅病人呢都有能力照顧自己嘅生活。咁呢點喺佢嘅康復同埋照顧嘅難度上面係一個好大嘅改善嚟。第四方面係啦，我哋都睇緊，仲有冇其他地方可以優化我哋嘅服務呢？除咗喺醫院裏邊嘅我哋嘅運作持續去改善之外，事實上我哋一直都留意到，病人喺嚟到醫院之前，我哋係咪仲有啲嘢可以做，令到我哋整體嘅治療個時間係再係縮短啲呢？正因為呢個原因，我哋喺之前幾年前已經同消防處嘅同事合作一個院前中風嘅通報制度。呢個制度簡單而言就係我哋嘅救護員，當佢係接收到信息病人係有問題，咁佢哋做一個初步嘅評估。咁如果佢哋經過評估之後，係將個病人係疑似中風嘅，佢會將呢個信息通知我哋相關嘅急症室。急症室嘅同事會即刻作出準備，等到病人嚟到急症室就第一時間做一個治理。我哋見到呢個流程係相當之好，但係喺以往嘅做法或者傳統嘅做法上面呢，病人去咗醫院之後，如果再進一步檢查，確診到佢係有大血管嘅阻塞嘅話，現在我哋係需要將個病人呢轉送去一啲指定嘅醫院，係接受一個
血管內取栓嘅治療過程嘅。咁我哋見到呢度有啲改善嘅空間，就係假若我哋可以將病人直接由佢嘅病發地點送到去我哋嘅指定醫院度，咁我哋可以省卻咗病人轉院同埋中間多一個檢查嘅程序嘅時間。咁正正因為呢個概念呢，我哋就引入咗一個叫院前中風分流先導計劃。嗱，呢個計劃咧喺2025年嘅12月開始，我哋喺我哋嘅新界東聯網同埋新界西聯網係開展咗嘅。喺呢個計劃嘅開展下面咧，病人喺呢兩個區域裏邊，如果出現咗中風或者疑似中風嘅問題咧，消防處嘅同事就會用一個標準嘅檢查方法，跟住做咗評估之後咧，除咗話係有得到個信息，病人係有機會中風啦。更加一步咧，就係可以做到病人係未有機會一個大血管阻塞呢個情形。如果係達到一個指標嘅話咧，我哋消防處嘅同事就會將個病人直接送去指定嘅醫院。舉個例嚟講，剛才正如頭先嗰個我哋嘅幻燈片所講啦，我哋嘅病人本來可以係送去天水圍醫院嘅，但係經判斷之後，不如直接送去屯門醫院，就可以省卻咗中間個病人去轉運翻去由轉院嘅情形，同埋要做多一陣嘅評估嘅時間。咁呢個喺中風嘅治療上邊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我哋大致上係實踐咗接近3個月啦。我哋睇到呢個數字其實我哋都符合我哋預期嘅期望嘅。總共有52位病人係受惠於呢個計劃嘅。其中咧有32位病人咧係確診為缺血性中風嘅患者，而當中有23位病人咧都接受咗靜脈溶栓同埋或者係一個動脈取栓嘅服務，即係話接近一半嘅病人咧就因為我呢個新嘅安排咧係可以達至省卻咗轉院同埋多一陣嘅檢查呢個時間。我哋見到呢個初步嘅成績咧都相當之鼓舞。咁我哋會持續監察數據同埋去審視翻整個流程上面有冇地方我哋可以繼續優化嘅。當我哋有足夠嘅數據之後咧，我哋會再深化做一個檢討。嚟緊我哋期望將呢一個計劃咧陸續推展去我哋其他嘅聯網。咁整體上我哋希望咧同社會唔同嘅持份者，包括咗我哋消防處嘅同事一齊合作啦，希望做到咧就中風分流，我哋醫護齊手。多謝大家。以下落嚟我哋交俾郭健先生喺就住消防處落實院前中風分流計劃嗰個具體情況同大家作一個分享。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我係消防處助理處長救護郭建文。接下落嚟嘅時間呢，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消防處同醫院管理局喺處理中風病人方面嘅合作嘅情況。之後我哋會交代一下喺舊年2025年